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桃园的社会主体有上新的进度。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甲桃园市长郑文灿今仔日来举行着社会主体合作签署的仪式，要伫中立的青埔高铁特区、观音的草节特区、甲桃园的中路特区来起社会主体。那当然不会是只有这3块基地，那未来整个资产活化的部分，不管是设立地上权或是其他的模式，那只要可以让我们最后可以资产使用达到最高效率，而且这样的效率的一个福利可以回馈到农民、农田水利，那我们农委会绝对全力的支持。另外也附带报告一下，石门管理处也有一个社宅计划在大溪，那它是跟原民会合作，所以我们到时候要3方签约。那原民会很重视这个案子。后来，这届起这个社会主体是农委会提供着土地甲起厝的钱，由桃园地方政府来起来管理。3个基地当中，会先推动着中立的青埔高铁特区，目前按算是要起80户。今年的年底就会当启动着设计表的招标的作业。